你好，歡迎返嚟覺醒從這裡開始嘅佛法解碼。上集我哋講過蓮花生大師嘅誕生，知道佢係點樣喺污泥中開出智慧嘅蓮花。而今集我哋要講嘅係蓮花生大師嘅降魔智慧，佢點樣將惡化為善，點樣將痛苦變成祝福。而當你學識咗佢嘅降魔之法，你嘅人生、事業、婚姻、人際關係都會開始出現神奇嘅轉變。第一章，魔唔係外面，而係你心入邊。好多人聽到降魔就以為係宗教故事、符咒對抗，但係其實魔唔喺外面，而係你內在嗰啲恐懼、嫉妒、貪念、執着同埋憎恨。呢啲情緒就好似無形嘅魔，偷走你嘅能量，拉低你嘅頻率。蓮花生大師話過，若你能見魔之本性，即見菩提之心。即係話，當你睇得穿痛苦背後嘅意義，你已經開始覺醒嘅。第二章，蓮花生大師嘅降魔故事。公元8世紀，西藏國王赤松德贊請蓮花生大師入藏。當時有好多山靈惡神阻撓佛法，佢冇用暴力，反而以智慧、慈悲、真言同光明去感化佢哋。當時佢對惡神講：你哋都係眾生，我唔係要毀滅你哋，而係要釋放你哋。結果300幾位惡神全部歸順，成為佛法守護者，由破壞者變成護持者。呢個故事其實係一個隱喻，人生中嘅挑戰、壞人、阻力，都係你靈魂派嚟嘅護法。第3章，降魔就係轉命。當你學識咗降魔，你會發現你冇再被情緒拉住走，而係可以主動創造結果。對事業嚟講，當你唔再被恐懼控制，你嘅行動力就自然會變強。困難唔再係你嘅阻礙，而係你嘅修煉場。蓮花生大師教人將業障變功德，即係你人生裏邊每一場對你嘅打擊，其實都喺度幫你磨練領導力、智慧同埋定力。至於對婚姻同感情嚟講呢，當你唔再將對方視為敵人，而係視為修行伙伴，你就會學識從衝突入邊見到愛。降魔降服嗰個永遠想控制愛嘅自己，你一旦學識以慈悲回應對方，感情關係自然和合，因為心軟先至係力量嘅開始。對於人際關係，蓮花生大師話：魔是無明，明則魔化。當你有覺知，就唔會被人激起怒氣。你學識轉位思考，你嘅氣場自然會改變，吸引同頻嘅人同心嘅夥伴。對境命運同埋前途，降魔之後，你嘅業力會開始鬆綁，你嘅財運、機遇、人脈會重新流動，因為你唔再處於怨、怒、恐懼呢啲低頻震動，而你係會一直係慈悲、信任、喜悅呢啲高頻狀態，而宇宙只會同頻共振。你轉得快，你嘅命運亦轉得快。第4章，現代修行嘅降魔練習。想練降魔呢，其實好簡單。蓮花生大師教人見魔如見光，可以試下做呢個練習嘅。步驟1，首先俾自己放鬆靜坐3分鐘，慢慢諗一啲令你好焦慮或者令你好嬲嘅人或者事情。步驟2，唔好抗拒，唔好分析，就觀察你內在升起嘅情緒，怒、悲、委屈。步驟3，深呼吸，然後講一句：我願意理解你，我願意放下。步驟4，想象你心入邊一朵蓮花打開，黑氣慢慢化為光。呢一刻，你就喺收緊降魔法。記住，
你唔係同世界打仗，你係同自己和解。第5章降魔之後，人生會點變？當你真正學識降魔，你會開始見到人生入邊嘅轉機。事業上嘅困難反而成為你突破嘅跳板，你開始吸引到正能量嘅合作夥伴。感情會從怨恨變感恩，關係自然升溫。人際關係會從防禦變理解，連敵人都變助力。而財富上，當你唔再貪，唔再怕失去，錢就會開始自然流入。至於靈魂層面呢，你會發現原來自己一直都喺修行之路，只係以前唔發覺。蓮花生大師話呢，魔即菩提，障即道。只要你願意面對，你嘅命運會因此而逆轉。降魔唔係打怪物，而係讓你成為一個能量穩定、智慧清明嘅人。當你學識轉化內在嘅魔，你嘅外在世界自然就會隨之轉化。下次當你遇到挑戰嘅時候，記得問自己一句：今次呢個魔想我學啲乜？願蓮師光明照入你心，讓一切黑暗化為護法。多謝你收睇今集嘅佛法解碼，記得訂閱頻道，覺醒從這裡開始。like 同留言話我知你最近想降服嘅魔係乜。下一集我哋會講心即佛，蓮花生大師教你認出真實嘅自己。我哋下集見。